好。你看数调各位投票第一个今天大家晚安。老师晚安。先感谢今天这样子2年半这里我是常年经历包括工程的今天半个小时那么我现在说1.6所以讲从老年我们一定来深交过，那么一定来这个情景来健康。如果在健康的过程当中，放中间说好那么我俩结果包括所以说健康，我这个细说人生的修道。那么我所讲的这个从世上人生的事。那世上我就是讲慢慢来讲，一步我了解，后从咱来做探讨，做研究，会当了解讲为了咱人生的行这条心路，咱在这真正面来讲，咱大家会使讲，捌做过人的前缘，嘛捌做过人的后嘛会使讲来分享，来宣传，来